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选举就剩4天哦，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哦，拼选战是有够无用。选举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呢，今日是这个扫街拜票第2天哦，嘛出声甲少年辈讲哦，这个选举是为着少年的咧战啊吼，为着台湾的未来咧战。啊，咱看到韩国瑜阵营是安排一出这个行动剧来敲洗着对手哦，讲选到这个上尾站可能有出奥步啦吼，甲因抹黑抹黄，无就是来甲抹红啦吼。另外，咱看到亲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力头啦吼，拢针对着韩国瑜来啦。咱看到讲这个韩国瑜哦，因为照着这个乌鹰失事的这个例啦吼，讲到台湾是冲刷着，佮讲到这个蒋经国总统是误地总统啦吼。宋楚瑜拢做一摆来批评，今日咱特别好好来甲大家讨论一下。韩国瑜照着这个乌鹰失事的这个部分啦吼，证明讲这个台湾国运无强良，啊去冲刷着嘛吼，一人质疑讲，敢是摕国家的不幸来做选举的这操作咧，啊嘛是爱有这个站在的这部分啦吼。不过咧，这个立委哦林静怡，伊是主张这个统一就是叛国嘛，引发着这个风波。另外，咱要过来讨论到这针对着空气污染这个问题咧，过去哦，国民党这台中市长罗秀燕吼，伊嘛摕来做这个选举的这个操作吼，都讲到市长换人，这个空气就换新啊，但是最近空气是真歹，嘛摕做是这个选举期间另外一个话题啦。今日咱要做回来讨论。咱讲台湾新闻界，这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边咱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是咱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施志聪。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到国民党副发言人黄心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到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公宏。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哦，首先咱要先请教咱的议员啦吼，就是讲针对这个事件来看这场选举啦吼，过去咱讲这个4年风波也是这个拿赢、立赢啊，算是局赢拢有啦吼。啊，针对着这个乌鹰事件啦吼，这个韩国瑜这个总统候选人，伊嘛讲到这个是国家冲刷掉啦吼，中邪啦吼，你安怎来看咧？我想咱的这个韩市长、韩这个总统候选人。有安尼即个发言吼，其实非常的无适当啦。因为大家来看待伊是一个未来有机会，未来要来做领导咱台湾的领导者。为伊过去伫即个高雄市长一路到参选总统，一路到即马，真侪即个言论，即个每一项每一个誓言，拢是咧看即个领导者伊的危机的处理伊对面对代志伊的态度。所以，伫即个乌鹰的事件，咱再一次佫看到咱的总统这个候选人那个韩国瑜我想他不够沉稳，忍袂掉啦，包括一寡言语这个文理啦拢互大家感觉无够稳重。我想这若来做咱国家的领导者，真侪甲外交、甲国防，真侪即个咧交流、咧谈判的时阵。我想这是对国家、对台湾唔是真好尤其伫咧选举的最后这几天，大家拢是心情的非常的这个沉重，唔甘来做这个发言来消费。我想大家拢有目睭心嘛足清楚的。大家会去会来了解。是，不过咱看到这个韩国瑜伫另外一个节目有讲到啦吼，伊讲伊是忧心着这个台湾的这个前景啦吼，也是讲即阵这个台湾可能是拄着这个国运无从容，嘛是讲台湾到底是得失着相当先带大家先做回来听讲，伊到底完整的这个讲话是安怎来看？我们的国运。几十年中华民国建军史也没有发生过最高的军官参谋总长、最大的士官总士官督导长一口气罹难，我们的国运也不昌隆，到底是怎么回事？台湾到底是得罪谁了？台湾是中邪了吗？做这样的政治消费真的是失格那我。觉得对这样的说法对我们已经去世的人是大不敬对伤者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还在养伤的我们这些将领或者士兵其实也是一个伤害。我在这边严正的跟国民党说，韩国瑜的讲这个话的严重性，他对于蒋经国先生
这么样的侮辱，国民党到现在为止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我表示愤怒。是咱看到这个蔡总统这个回应是讲说，唔好用到这件代志来做政治的这个消费啦。咱另外看到这个新民党总统候选人这个宋楚瑜，伊是讲哦，爱甲这个国民党讲，这个伊讲话这个严重性啦吼。继续咱要来请咱的心话啦吼。安怎来看讲这个蔡总统甲这个宋楚瑜的这个回应啦吼？尤其这个宋楚瑜这个回应，其实有针对到过去这个韩国瑜先生，伊有讲到针对蒋经国先生的这个回应啦吼。安怎来看？安怎来回应咧？是。我想哦，即个宋楚瑜伊家己选总统就好啊，别个话其实呢，伊唔免讲伤济。其实呢，即个韩国瑜伊伫咧另外一个场面有讲过，其实伊迄天呢，伊讲一段非常完整的一个演讲哦。但是呢，伊去互人敢若加一小段来做发挥。韩国瑜伊本来意思是讲呢，咱即个军人吼，伊非常的辛苦，包括因的家属嘛非常的辛苦，啊，包括呢，伊看到咱台湾的经济，这几年来实在是非常的歹。伊嘛是看到讲呢，咱即马咱的同胞要去泰国来佚佗，竟然呢，泰国叫咱呢爱付即个叫做即个财务的证明，伊感觉安尼实在足唔值的。所以呢，韩国瑜伊是有感而发，伊才讲出安尼的代志。另外一方面呢，咱嘛会当来想看卖咯。过去咱的领导者拢讲啥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其实这是一个领导人哦，伊祈求咱的上天来保护咱的国家，还是讲来祝福咱的民众会当有好的发展。其实伊就是一种的这个好意的，一种有感而发的一种说辞啊。所以讲呢，其实嘛免讲甲过度的解释。我相信呢，韩国瑜面对了这个不幸的这个乌鹰的这个灾难哦，伊心肝呢嘛是非常的艰苦，伊只是呢，伫咧迄个情况内面，伊有感而发呢。所以咱看到各界这个回应，然后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其实伊伫这个其他这个部有讲到吼，其实挂心咱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哈这个部分吼。啊，毋过咱看到这这个部分吼，拢针对着是毋是这个着刷啦吼，还是讲着刷啦吼，来有做真济种这个讨论。咱看到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总统蔡英文吼，伊讲台湾的未来绝对袂当吼一个这个设计这个领导者啦吼，用较看轻设计这个语言来消费，还是讲糟蹋着人民这个伤痛啦吼。啊，讲韩市长这个离谱的这个言论啦吼，嘛爱来反省啦，嘛爱向这个家属、甲国军、甲国人来道歉。啊，宋楚瑜咧，伊是讲安尼敢会使承继着咱过去这个国民党较过去这个公营的这个传统吗？还是讲这个过去行政院长啊李国鼎、孙运璇会拍落来这个基础吗？广播嘛随对着这件代志哦，伊嘛讲吼，安尼这个内容确实无适当啦吼，啊对这个过身的这个将士吼嘛较不敬。啊，搁一届是对家属来造成着伤害，啊嘛是伤害着咱国军的这个士气啦吼。啊，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大家人拢有大家人这个讲话这个方式啦吼，以尊重来看就好。毋过咧，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哲哦，伊讲韩国瑜现主席的这个办事啦吼，就是讲要稳固基本盘啦吼。咱搁来先讨论着讲这个基本盘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先请深化好啦吼，就是讲即阵的这个。真正是稳固咱的这个基本盘嘛？伊安尼讲话这个方式。其实哦，韩国瑜伊本身就有伊家己非常特别一种咱属于讲即个庶民语言啦。啊，伊本身嘛是一种性情中人，所以呢，伊伫咧真侪场合内面，伊拢会想到一丝伊的即个想法吼，啊，都安尼有感而发。所以讲，我并不认为讲呢，即件代志伊是有啥物恶意啦吼，伊是。真正是讲会看到这个不幸的代志，啊，看到咱台湾这几年来，大家生活拢非常的困苦，所以呢，伊就安尼有感而发，我观察是安尼。但是这个有感而发，就是有当时啊，总讲话吼，爱有较有顶真淡薄啦吼，就是爱安尼啦。但是另外咱来看绿营失分的这个部分啦吼，尤其咱讲过去啦吼，这个有针对着这个中国统一，因为尤其咱中华民国吼，就是讲。这个统一这个部分，伫写伫这个宪法内底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林正义哦，这立法委员其实有讲到啊，统一可能主张啦吼，这款的这个主张就是这个叛国啊，到底这款的这个言论吼，引发着这个这讨论啦。咱来看讲，伊是安怎讲啦？讲台湾甲中国这两个国家有淡薄仔麻烦啊，尤其是
大家这个宪法内底哦，拢甲对方这领土主权放伫咧家己的宪法内底，这是两边上大的这个麻烦吼。啊，伊讲呢，若是有这个2/3啦吼，其实是3/4，就是讲到这个修宪这个核定啦吼，愿意做回来改国名，还是国家顶顶的这个修宪这个实处啦吼，拢是这个重点之一啦吼。另外咧，伊就讲到，因为即马咱甲这个中共哦是这个敌对这个势力啦吼，所以中共是一个威胁的这个政党，威胁的政权吼，若是飞弹对咱不断威胁的用武力来甲咱入侵嘛，安尼吼主张统一吼，就是叛国啦吼。在遮的这个立场咧，咱来看讲就是讲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讨论，啊嘛有这个到底是毋是遵守着宪法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蔡总统嘛第一时间伊就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上大的这个公约数啦吼，啊伊嘛搁一届甲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部分搁一届强调。咱来看伊安尼说明，啊，讲这个立委的这个发言咧。我想伫蔡总统，伫这个林静怡委员，这个伫这个叛国这个说的这个无偌久，咱的蔡总统来做发言嘛，吼。其实伊感觉讲这个言论这个表达有错误啦，表达错误啦。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任何的思想，有任何的这个言论，拢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今仔日咱的台湾，中华民国台湾，都是因为大家言论自由啦。有的人都要接受统一，有的人就想要统一。甚至对象嘛，无一定是中国啊，嘛过去嘛有听过有人是针对美国的啊，嘛拢有啊。这拢是自由啦。是。那只是我们的这个林静怡委员。他提到的部分，这个主张统一就是叛国。伫我个人的看法，应该爱搁加一句啦，吼，加什么？你主张统一，迄是你个人的自由。若今仔日你摕对方的资源，接受对方的好处，当来影响咱台湾国家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就是。咱是安那立法院要通过这个反渗透法，其实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嘛毋是到中国啦，那甚至是美国、日本、韩国、北韩，要甲咱渗透，我想咱毋是到针对中国啦。当然，咱知影咱即马所看到是咱的对方对咱的这个威胁，对咱的这个敌意。这一路来是一直在加强啦。所以咱要继续深到深化啦吼。安尼言论一出啦吼，这个哪样嘛是在拍这地。是。这地这个部分，咱安怎来看讲？其实这个大部分的讨论拢是主张这个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啦吼。是。但是讲这个若是用武力统一台湾，是叛国罪，用武力这个概念落去。来解说这个林静怡委员的这个部分，安尼敢是正确的？我想，搁再爱来强调一遍哦。咱反对武力犯台，反对一国两制，这是咱国民党非常明确的一个主张。咱搁倒转来讲，咱这个林静怡的发言，阮知影，伫咧咱做这个发言人吼，阮每一摆的这个发言，特别是甲两岸、甲国际有关的这个话题的时阵，咱都非常的小心。咱可能来先讨论。来有一个这个提纲，拢袂使安尼黑白讲话。来看咱这个林静怡的发言吼，其实呢已经超过咱做一个发言人会当讲话一个站站啦。特别是呢，咱会当回想一下，咱蔡英文总统伫咧伊的这个就职演说，伊家己嘛讲过，咱是要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的问题。所以讲呢，这个林静怡伊的发言呢，不但是甲蔡英文当初。伊答应的代志无共，甚至讲呢，伊安尼发言，伊讲啥物？若是国会到达2/3的席次，可能都要来改国哈。安尼发言已经呢，会非常的明确危害到咱台湾的安定甲两岸的和平。所以讲呢，若是用这款的态度呢来处理两岸的代志，这可能唔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虽然讲呢，林静怡伊用马上来袭击蔡英文总统呢，伊嘛是发一个声明来做更正，但是咱伫咧这个军事的术语上，咱来讲这叫做事后不理啊，就是讲爱送一个袭击一个。但是呢，你有想到无？你安尼发言有偌济人
互两岸的偌侪人感觉讲你是一个无互人信任的政府，安尼对于两岸的信任甲两岸的发展，其实拢有非常大的危害。了解。咱继续来看讲，这个民进党党讲，其实甲这个统一也是讲这个独立这个问题的主张啦吼。啊，其实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宪法内底也是主张统一的啦吼。只是讲这个咱头段嘛讲到，两边这个宪法家己国这个拢有家己这主张。咱看到这个台独党讲啦吼，就是这个1991年这个10月12号甲13号来讲，台湾主权独立又无属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咧，台湾的主权毋是这个无甲这个中国啦吼，啊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事实啦吼，嘛是现实的这个状况。啊，咱看到这个嘛是国际社会这个共识啦吼。啊，台湾前途郭启文呢，伫1999年的5月8号甲9号咯，伊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吼，任何这个有关独立现状的这个改变啦吼，爱由这个台湾全体这个住民啊，甲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啦吼。台湾爱紧来完成着公民投票法制化这个工程，落实着直接民权啦吼。啊，咱看到正常国家郭启文啦吼，民进党则是讲代表台湾人这个确保独立自主。啊，追求民主正义的这个进步的力量啦吼，伫咧台独党纲甲台湾前途郭启文头顶吼，做一个正常国家郭启文吼，推动这个正名制宪啊，加入联合国啦吼。咱看到伊讲爱国讲到这个落实转型正义，啊，这个中华民国国号已经伫国际社会来使用，所以这台湾爱用这个名啦吼来加入联合国啦吼。不过咱看到蔡英文总统伫咧这边这个宣证吼。这届嘛是国家中华民国台湾这6个字讲好清楚，讲好明啦吼。嘛，搁一届用着这个宪法来拍这个安定吼主权这个牌啦吼，嘛拍这个国防牌，强调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去中国这个色彩啦吼。安尼来甲看伊的这个危机处理，你甲拍分数，你甲拍几分？我甲拍80分。80分是啊，我想他咱的蔡总统就是以有他应有的权利。甲伊的本分该做的这个不会逾越到我们的法律，包括宪法、包括军队、军法等等，伊甲伊的角色扮演得好。所以讲伊所讲的这就是为过去到今嘛这当然中咱的这个主持人拄仔嘛有讲到过去的一段事件历史，但是到今嘛，我想咱蔡总统所思考的是对2300万咱的台湾人民上好的。是选的什么款的方式？我想伊就是徛伫迄个位置，来替台湾来发声。是，咱继续来请教深化啦吼，就是讲，其实韩国瑜参选以来吼，就是讲这个中华民国哈，是讲这个民族主义啦吼，自这个反动性啦吼，还是讲这个其实这女性拢受到这批评，但是伊尾啊，就是讲这步啦吼，真正敢是伊唯一的这个方式咧？当然毋是。咱伫咧即个即卖选举，尤其咱是即个现代民主国家，咱讲话讲实在，对于即个宗教，对于即个性别，吼，对于即个人权问题，咱发言啊，真正是爱较审慎的。有当时呢，可能讲话讲较紧，较无注意，这确实，若是讲唔对，就要道歉。这本来就是安尼。但是我相信讲，伫咧咱即摆即个选举内面，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拢唔是恶意有啥物发言，有可能是无小心的，吼。但是像咱刚刚谈论到这个林静怡的代志，我是感觉讲，作为一个发言人吼，你讲话有一寡无应该讲的话，你都无应该讲。虽然讲咱的蔡总统最后出来灭火，但是呢，我相信对足侪人来讲，两岸的信心，对咱蔡政府的信心，拢已经。消灭的非常多了。是，咱所以要来看讲，就是两党啦吼，拢伫这个言论的这部分，拢搁还小可注意，尤其咱这选举剩4天啊吼，袂当搁有这个伤过头激烈的这个言论搁出现啦吼。咱要来看讲，这个3党啦吼，拢有这个做选战的这个拍拼。咱看到头拄嘛讲到，民进党提名这个总统蔡英文要寻求连任。今仔日嘛，佫是这个扫街拜票第2天啦吼，嘛有真侪人这个少年家徛出来，咱先来看伊伫这个家己的这活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结束第1天返去故乡守护台湾的扫街行程了后，第2天来到嘉义，为着要鼓励少年朋友出来投票。出发前的记者会，佫有6位为国外回来的少年朋友徛台，希望分享因伫国外的感受，鼓励大家出来投票。壮阔台湾，连接世界。总统说，这是民进党人在历史时刻
不能够回避的责任。可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青年世代无论在世界何处都不能够回避的责任。最近香港的事情让我深深的相信，台湾最大的价值在于民主、自由以及平权。为日本、美国等国家回来的少年朋友，因表示伫国外拢有咧注意台湾的局势，嘛肯定政府的表现。蔡英文表示，感谢这少年朋友愿意回来投票，嘛呼吁1月11号有更较侪人会出来，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做决定。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选择，将会影响我们未来国家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关键的选战，年轻人真的不要缺席。我们这个选战是为年轻人而战，是为了台湾的未来而战。那台湾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选战进入最后的阶段，民进党嘛不断向少年朋友发声，希望大家投票迄天会当出来投票。蔡英文强调，1月11号就是台湾人甲坚定的声音，向世界发声的迄一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是哦，这个总统蔡英文是伫家己啦，咱看到韩国瑜咧，今仔嘛是伫家人吼，伫家人的时阵又讲到一段话，人讲这个蔡总统是3军的这个统帅，另外要加一军，或者是网军啦吼。咱来看讲，伊今仔早时的时阵嘛，伫这个国民党的时阵，嘛有搬一个行动局啦吼，讲这个选举选到上尾啊，可能拢有这个奥步出现，毋是抹黑，就是抹黄，也是抹红。咱来看讲，伊是安怎讲的？就在选前3天，这样的影片不断的在网络上播放，不断的在网络上散播，结果最后选完了，证明是假的，但是选情很可能就因此逆转啦。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阵营初7召开记者会来演行动剧，演出4种对手阵营可能会出现的奥步。韩国瑜伫现场看了表示，虽然真笑亏，啊，毋过感觉真心酸，呼吁讲甘愿输互清清气气，嘛无爱抹黑做黄抹红，甲选举赢甲真垃圾。事实上，选举一到，民进党出奥博，已经是几乎妇孺皆知，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出奥博，只是搞不清楚这一次又要变什么花样。韩国瑜办公室发言人侯定焕表示，最近向民众订选选举奥步108部，收到4000多件的投稿，看会出民进党选情会出奥步是全面的共识。韩国瑜办公室嘛进一步指控民进党新文化基金会操作网军，伫咧人民册买奖团甲网友加做喊卖，批评这款的举动会伤害台湾民主。就算讲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耀文否认，毋过韩国瑜办公室总发言人王千秋公开影片做证据，认为讲林耀文是咧讲白贼。他的贴文教大家怎么假扮韩粉。虽然文章现在删除了吗？但是删除了就可以把曾经做过的坏事就删掉了吗？真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公然说谎，非常的可耻。王千秋质疑，若是假做韩白破文是假，是安怎要甲文章抬掉？嘛批评民进党的人讲白菜拢毋免写稿，佮表示欢迎大家伫法院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哦，这回这个选战啊，真正是这个内容空空一个选战啊。咱两位有安尼看无？空，倒位空？咱期待看到每一次的选举，咱所看到是咱要来代表竞选的候选人，伊若是现任的，提出伊过去4党的成绩单，伊若是新任要来挑战的，伊嘛爱提出伊的这个愿望、愿景。要安怎互台湾更较好？是，所以讲，咱希望期待这场选举，虽然即马剩最后4天啦吼，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真侪我想少年朋友也好，甚至过去无去投票，今年第一届要投票的，希望会当看到更较侪这个政见，这个牛肉。是，我想这是真侪朋友嘛有安尼甲我反映。继续咱请教深化啦吼，就是讲，这回伫咧这个政策的这个论述头顶吼，其实拢较无看见啦。不过，这个我嘛收到这个3位这个总统候选人，因伫这个 LINE 头顶，逐工拢有这个推塞这个物件出来啦吼。其实韩国瑜家嘛是拢有推塞到伊的这个政见，但是安尼看起来政见拢是互伊的这个言论所抹过。是。其实吼，我会当甲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个，伫咧蔡英文呢，伊伫咧蹭网红，就是甲网红伫咧拍片的时阵，韩国瑜呢，伊已经开2场非常大型的这个国情的说明会。同时呢，我相信即卖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所以大家呢拿起手机吼，会对当非常的简单的来搜寻咱2个党，蔡英文是韩国瑜2个政见，
用严谨点，大家来做出正确的这个判断安尼，吼。啊，另外一方面呢，咱会当看到讲，确实伫咧即摆的这个选举内面吼，这个抹黑抹红的代志非常多啦，这真正是嘛是互人非常的怨恨的代志。咱台湾的选举若是创到即嘛，嘛是感觉互人讲拢真正足可笑的。但是我伫咧遮想要甲提醒一下。前一阵子有这个卡神杨惠如的代志啊，卡神就是伊用国家的资源来养网军，啊，伫咧这个日本台办的事件内面呢，和咱的这个台办的处长苏处长伊是一个咱非常优秀的外交官，煞去有这个谣言网军带起的谣言的这个压力，伊煞家己去轻生去哦。但是对于这个卡神杨惠如这个案件呢，咱看到咱这个绿营的朋友呢，对这件代志拢无声，啊，动作拢无这个代志。所以讲呢，我伫遮嘛要呼吁呢，咱绿营的朋友，咱杨惠如今嘛到底是人走去倒位，啊，到底是这个案件的后续是安怎？到底是咱国家的钱是去养多少网军？那么希望这个蔡政府会当较紧的可以水落石出。其实咱嘛是希望这个选举回归到这个正常、这个论述的这个空间啦吼，尤其讲这个选举哦，一定要有这个站在啦吼，这个这回这个国民党还是讲这个民进党还是讲亲民党啦吼，其实选举的这个步数有影拍着看起来是安尼乱糟糟啦吼，所以咱嘛希望讲这回选举了，台湾这个政治文化安怎去甲解决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伫一个2018年哦，其实咱讲伫台中市这个卢秀燕这个市长啦吼，迄当阵是拍这个空污啦吼，讲市长换人做，啊这个空气就换新啊。但是咱看到最近这个空气污染这个问题是这个全国性的问题啦吼，嘛毋是讲这个，敢若是这个台中火力公司若是停机了后，就是会当看到真正这个空气就改善啦吼，就是讲这回这个问题到底。呈现是讲啊，这种问题真正会使摕来做政治的这个操作嘛吼。继续咱来看讲其实咱在是啦吼，这个咱理事长嘛有开一个记者会啦。咱来看讲这个记者会针对着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啦吼，尤其这个 PM10还是讲 PM2.5啦吼，拢是比过去因过拢较侪。咱先来看在是这个环保团体是安怎讲的。透早北部的天顶雾蒙蒙，能见度无好。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西部云嘉南地区空气品质指标 AQI 达到柑仔色警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有环保团体相信监测发现，空气中 PM10对人体健康有伤害，无符合 PM2.5。安那台南市 PM10的年均值每立方米有48.4微克，是全台湾22个县市中浓度第一高的县市。这是赖清德副总统的故乡，而且赖清德他从立委就主张总统府南迁哦，不是市长时候才主张哦。2016年他还主张总统府南迁。我想我们应该共同来保护、守护台南市。除了台南市以外，其他空气品质不好的地区，佮包括嘉义县、云林县、高雄市佮屏东县。环保团体警告 ，PM10全部都亲像 PM2.5，直接到人体内气泡，所以当停留伫个上呼吸道，其中可能有赖毒素、可溶性的致癌化合物、佮重金属粒子等。会卡伫鼻咽癌的部分，增加台湾男性得到鼻咽癌的风险。比较粗的颗粒，它会留在鼻腔，停在鼻腔，所以鼻咽癌是跟耳鼻喉科有关。所以我们发现它比较有关的是鼻咽癌。另外，国内外医学研究嘛证实，空污微粒可能造成囡仔早产、老人的肺功能受损。环保团体呼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应该优先面对空污的重大国安问题，提出具体空污改善政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个空气污染这个问题，到底是地方爱解决，是这个中央爱解决啦吼。咱这个联名其实，咱的这个主张到底是啥物？先甲咱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我想地方有地方的职权，嘛有伊的义务，是中央嘛有伊的职权甲义务。较可惜的就是，执政党伫2016年执政了后，伫台化事件了后，阮游行了后，台化关起来。迄阵民进党就甲伊讲啊，恁地方，恁家己唔好家己去地方自治条例啦。迄阵的李进勇伫做县长的时阵，国民党是中央，迄阵分林有用一个地方自治条例。以前就讲你中央政府，你哪会使欺负分林人？所以以前你骂讲说这是虾米政府？虾米政府哦？是。迄阵是国民党中央，就讲你袂使安怎？结果民进党执政了后，民进党结果讲恁下骹
能源问题是阮中央的职权。假日你若是中央的职权好，假日能源产生的空污你得负责。能源产生的空污，唔是讲燃煤尔，重油嘛是，油嘛是。如果你若看讲中央，伊去年佮乌多摆佮放水，歹势，去年乌多摆有放水啦，苏贞昌的时代佮放水。赖清德的时代，伊有讲说后摆咱的乌多摆尽量就无油的，这是全世界不可逆的趋势。车嘛是安尼行，所以赖清德迄阵其实有定下一个目标呢，就是乌多摆只有电动乌多摆，我想这是足好的。结果苏贞昌去年放水，所以你即摆若甲我问讲这空污，中央民进党中央安怎？我是讲民进党拄开始做有心，拄开始做优秀空污法，这是足伟大的突破。但修空污法了后，理论上一年了，去年差不多7月8月爱检讨空气品质标准。台湾的空气品质标准都是阮建议讲记者会 PM10这较粗的，20几年无检讨啊。是4年空污法讲4年要检讨一届，理论上已经检讨5届啊。台湾环保署有检讨，迄检讨叫做家，迄叫做办家酒啦。迄囡仔吼啊读册咧册啊得，你若看美国，因咧检讨空品标准，人是学术论述，然后做迄台湾是叫囡仔吼啊得扣一寡物件，我不要讲吼。民进党执政毋是甲科学、甲医学、甲健康摕来做人民上重要物件，歹势。我过去看过，我2011年开始关心空污10年啊，我看过民进党伫反对党伊安怎做，我看国民党是中央安怎做，我看过。过去技术官僚拢绑架这中央，结果民进党执政了2016年，我看继续搁互这绑架，继续搁绑架。可惜就是讲。赖清德是医生，陈其迈嘛医生。你若讲学法律的人，我唔敢讲。苏贞昌学法律，我唔敢讲，伊迄是较唔捌。但是陈其迈你医生，你医学你凊彩读嘛，研看有啊。所以今日10年内底，台湾的医学，全世界的医学，这10年内底哪爆炸出来，偌济讲 PM10、PM2.5臭氧偌济。我民进党执政了后，我这4年记者会比以前较济。敢若去年12月单月就差2天一届记者会，是安怎我爱艰苦，就是做了无好，中央做了无好，地方你讲做了偌好，我感觉嘛做了普通。但是你若就中火来讲，中火这地，那就卢秀燕讲，徛伫中火立场，伊这点4成是无妥协，这点我是肯定。但是当然中央今日能源政策是你的，你就义务，互全台湾人有电了，空污你嘛爱解决。所以，民进党我看最近咧传，昨咧传讲中火关到安尼，啊结果嘛空污。有人讲中火毋是原因，中火我袂讲，干那唯一原因就无人会讲这话啦吼。但是今日中火你若甲烧6成、烧8成，绝对愈垃圾，我保证。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2011年成立，就是讲万毒之首、万毒之首，就是燃煤歹势。这就是阮的看法，而且全世界阮看起来物件，上毒的就是伊，上大尾就是伊，当然掠嘛是爱伊。所以，阮认为今日能源，今日毋是中央化的准绳，歹势。我认为今日民进党要做好节能啦。阮游行2017年就讲节能、节能救台湾，减煤救健康。是。所以，阮的诉求就节能。2016年，我嘛走去行政院，迄阵民进党还袂全面执政，就是2016年5月之前，阮走去行政院去讲，今日咱台湾要做好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台湾的产业要全面重新检讨，高耗能、高污染物件爱无去啊！你也看最近欧盟的理事长出来了，伊就讲说全世界若要安怎，可能爱考虑碳足迹，碳甲空污。是进步国家什么上重要，但是这届头是讲空话。那我看今日全台湾从南到北拢黄色的，大概没有绿色啊。是。这几天中部、南部当然是凄惨，彰暗是高雄全部红海。是。礼拜天台中、彰化、甲斗六全部红海。其实空污无咧分你主张统一，还是叛国无啥，还是你有杀人无杀人。为头到尾输的空气拢共款，所以头会蔡英文去嘉义，我看嘉义嘛无好啊，总统嘛无讲去啊，空气就好去啊，嘛是共款。所以今日这地头一主持人为你讲说空话，
我认为这届选举也无你讲空污，也无你讲气候，这大的代志，这牵扯了台湾的竞争力咯。所以头一蔡英文总统有讲，为着少年而战，为着台湾的未来而战。今日的空气绝对是对囡仔上重要。所以，阮今日记者会内底讲，今日伫浊水溪南岸逸贤国小、甲旭光国小，伊输的 PM10是咱金店大丰国小12个月内底，除了夏天以外，9个月是大丰国小2到3倍。这对遐囡仔敢唔公平？咱莫讲浊水溪南岸，咱讲台南市安南国小、安南附近的安顺国小。迄国小嘛是古亭，嘛是文林士林文林国小，嘛是大丰国小2到3倍。今日台南市哦，偌清德的故乡，今日伊遐囡仔输的空气，就比台北差2到3倍。这对台南囡仔敢公平？对咱南科遐工程师敢公平？有的人南科去，规家要搬去啊，结果对伊囡仔。国务院已经研究出来，不是讲 PM2.5影响肺功能 ，PM10嘛影响肺功能。今日 PM 不是 PM2.5影响肺癌，会引起肺癌 ，PM10嘛引起肺癌。PM 不是 PM2.5会造成咱的失智 ，PM10嘛造成失智，从失智、中风、肺癌、甲肺功能、甲肾功能，甲今日上新的研究就是讲鼻咽癌是台湾人特别特有。所以这个发生伫足少年，才30、40岁就鼻咽癌啊。今日 PM10刚好是足重要物件，所以住伫中南部的人，今日咱看全部阮公布的物件，阮这是第9年公布的。环保署从来无敢回应，所以今日咱来看内底有咧讲欺骗，为国民党骗甲民进党。歹势我咧讲，我做一个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人，民进党执政了后，共款伊迄地方。也是讲这伊遐事务官完全掌控中央，4年内底我无看到遐人有啥改变，共款用国民党迄套咧骗台湾人，咧骗，歹势 ，PM10 20几年无改变，全世界最宽松的 PM10就是台湾，是台湾，咱比中南美嘛较宽松，比咱的蒙古、比越南、比任何你想得到的国家拢较宽松。这自2011年，迄阵甲田秋瑾立委一直记者会讲爱改，民进党迄阵立委嘛主张讲爱改，你今日凊彩改嘛用改啊！民进党立法院那免改，阮嘛真情，阮嘛游行，阮嘛伫927这个活动拢一直搁拜托，较紧加严空气标准，这已经救化一台湾人，结果拢无叮当。空气这个标准啊，拢无啊，搁咧骗啦，是臭氧嘛是咧骗，臭氧嘛咧骗。讲咱比美国较严，空气污染吼，嘛是一个这个科学这个问题。科学是，咱就讲到这个境外污染物啦吼，啊，搁这个移动污染源，啊，这个固定污染源吼，就是讲这3个部分拢爱考量入去啦吼。只是讲过去咱咧讲到空污的这个议题，拢是这个国民两党两个伫遐修正这个攻防这个议题啦。这边选战还是讲伫2018年地方选举，咱看起来其实拢是拍到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啦吼。咱看到咱所经历的这个台中空气污染问题哦，各界这个讲法啦吼，就是讲争议点是啥物呢？就是讲过去哦，台中市长罗秀燕啊，用着空污的这个议题做着地方选举，甲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主张啦吼，就是讲去年底有停止着台中火力发电这个厂哦2部机组的这个合考啦吼啊。导致这个中火哦10部这个机组啊，今年开始有8部敢若会当运作啦吼。不过这个空气这个品质嘛是这个有自爆这种情形。啊，立委王志勇哦，伊是讲到亲像这个国民党罗秀燕、杨琼英哦，这个阵营吼，甲这个中火来做这个剑拔啦吼。啊，其他座位是0，啊，靠市长换人，空气换新，亲像念一个这个咒语来当治好空气污染嘛。有2种可能吼，就是你第一，这是伊讲的吼，就是你读霍格华兹啦吼，第二就是你咧欺骗人民吼。啊，台中市长罗秀燕伊就讲，这个空污哦，是因为这个气候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毋是地方政府，也是个别的这个部分会当解决的吼。啊，咱看到地球公民基金会执行长李金正哦，伊是讲空气污染上这个要义的所在啦吼，就是讲民进党明明比这个马政府较有具体这个较进前的这个想法，但是去互这个国民党拍甲面这个鼻青脸肿啦吼，所以这个甚至哦用永和来恐吓着
民众来支持核能的这个发电啊吼，这个罗秀燕甲韩国瑜嘛是甲这个反空污作为是打击民进党的这个工具啦吼，安尼是严重甲这个历史这个甲提掉这个行为啦吼。咱台中这个议员吼，伫在地啦，嘛看到这个蔡其昌委员嘛，伫这个网络顶有小可有这个发言啊。你身为一个台中人，你安怎看这个台中这个空气污染问题？尤其讲这回这个问题已经是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问题啊啦吼。是，我想我爱先甲咱的这个叶理事长爱甲伊感谢啦吼。咱的这个因长期来监督也好，是讲来鞭策咱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阮这民意代表啦。那尤其伫大家咱这个主持人有讲到，其实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啦，伫去年2018年确实是咱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当当选，我认为是上关键的原因啦。当然，伊的口号“空气换市长换人，空气就换新”啦。吼，这代表是啥？代表台中市的市民对空气的污染是非常的无满意，非常期待。当然，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讲，我要讲的是，不管过去的历史安怎啦，这民意代表也好，地方首长也好，包括即马咱的蔡总统也好，拢爱未来拢爱面对的。大家要期待要选的是有法度解决人民问题的人啦。但是咧，伫咱的这个罗市长这一党的，伊嘛做一党啊嘛。这志昌伫议会内底嘛有真侪咱民进党、国民两党的这个议员，拢有咧关心，嘛有咧发言、咧发声，针对这个空气污染，咱拢看到的是咱的这个规个市府团队，包括环保局，刚好甲空气污染甲当作一个敌人，迄个敌人叫做中火啦。中火当然是一个上大的这个污染源啦。但是咱来知影呢？这空气污染就亲像一个人有过敏同款啦，伊身躯内底可能对牛肉有过敏，对这个奶仔有过敏，对真侪物件有过敏。这个过敏是到一个坎站，伊规个会压起来。这可能一丝这是丝一丝，就规个加起来，就规个爆炸。所以我要讲的是，选举到，大家就会去查这个问题啦。咱应该爱实际，包括咱的叶理事长，真侪咱的学者专家，拢有真侪这个专业的报告。包括咱的主持人多嘛有讲到，除了境外的污染，包括移动的污染源，包括固定的污染源。我想为林市长一路以来，对这个锅炉也好，这个重大的包括中火，我想这元旦2020这几天来，大家拢真大的感受。哇，原来中火唔是中火嘛，已经降载嘛，已经有4部机已经都休困啦，发电量也不到40%，但是空气污染是安那遐尼严重。原来大家发现咱的罗市长，当然啦，伊有坚决的这个心态，坚决的这个态度，要来整治空污。这志昌包括真侪咱的民意代表拢支持，因为咱拢甲市府徛做伙。但是咱一直伫议会内底咧发表咧讲，空气污染的来源唔是到中火尔，包括几啊位，包括咱一直咧讲，咱希望会当做这个3手线，甲这个大众运输系统甲做起来，因为这就是咧减轻咱移动污染源嘛，包括外选区真侪迄农民咧这个收割起来以后，这个稻草，伫这个古早也认为讲，这烧稻草会刣一寡菌。对这来年这个过当年要个补产，会当有更加好的这个收成，等等的，这拢是咱来面对爱解决的问题。头拄这个志昌嘛有讲到其实这个中火唔是这个唯一的敌人啦。咱头拄讲到，这款问题真正是科学的这个问题，但是若是改变做是一个政治操作尤其是这个选举者，敢有适当咱继续请这个深化。是。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咱即马台湾每一年呢，新增加有13000人得到这个肺癌，嘛有9000外人呢，因为肺癌而失去个性命。所以讲呢，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确实咧，伫咧咱台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代志。可能无其他的因素所造成的这个生命的损失，比这个空气污染来搁较济。好，继续我想要来讲一下。其实咱即卖空气污染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讲咱蔡政府的这个能源政策、能源政策
伊有即个错误。为虾米呢？咱即马咱国内用电啊，有8成拢是烧即个炭，还是烧即个瓦斯烧出来。所以讲，咱大部分的电既然拢是烧出来，安尼咱空气哪有可能好到倒位去？所以讲呢，咱嘛要来考劝咱的即个蔡政府哦。若是知影讲你的政策、你的能源政策发生错误了啊，你嘛要来调整来改吼。那若是讲呢，你即个发现你的即个绿能发电无法度达到你原来的目标的时阵，你是毋是会当就莫安尼赶紧来废除咱的这个核能？所以讲呢，咱的能源政策应该行所谓这个多元的方式，咱用每一种真济个发电方式，咱共一个时间来发电，安尼慢慢呢，若是即个新的核能。啊，愈来愈好的时阵，咱才甲火力的发电、甲核能的发电慢慢降落来。我想安尼呢，才是来保障咱台湾人民健康的一个较稳健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以核养力，安尼这个概念敢有通，老师？那徛伫我个人立场，我是保留啦。吼，核、煤、天然气、是，迄拢有形的。你有形去发电，迄拢是过度的。包括天然气嘛，拢过度。咱就爱用利用资源，台湾你边仔有潮汐，是下骹有地热，咱有风有太阳，咱爱好好发挥咱附近会使咧为天顶为这个摕取之不尽，摕袂了，甲欠起来。是，所以台湾我感觉上好是爱做节能啦，节能，我一直主张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台湾的工业爱转型，一定爱转型。高耗能的、高耗能的，迄一定爱转过来吼。那阵来讲高污染的，这无竞争力的，迄一定爱减去。所以咱台湾的电，咱若好啊做好节能节能的时阵，咱可能得用先燃煤电厂、核能电厂。我感觉天然气嘛是过度的。这款呢，你看伫叫做化石燃料，因大部分嘛是认为天然气嘛是过度的啦。所以我认为民进党。执政了，的确伫绿能有较认真，但是节能你若甲我问做了无好啦，敢还佫停节能冰箱安尼尔吼，伊款足有的代志，毋是系统去检讨掉。你若看，因是讲做节能是第一燃料，上好的燃料就是做好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对台达电遮大个厂，伊会使节能5成，毋是5成就真棒啊啦，伊剩的5成要佫节能。所以你若台湾，咱莫讲节能5成啦，咱若节能2成、3成、4成，今日火力发电厂你嘛用讲，利用这段期间，较好发好，较紧咱发展咱台湾的储能、节能、储能甲绿能。台湾你若安尼说，因为即个全球的碳足迹拢会要求啊啦吼。你看Google、Apple 拢会要求伊的供应链吼 ，Apple 嘛要求，所以台积电嘛面临足大压力。你今日台湾你若要接世界大厂的时阵，你一定爱用绿能的。一定爱用绿能，当然绿能的定义也是有争议啦吼。但是我家己个人啦，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阮认为用核冇核废料，是燃煤冇煤废料，所以煤灰倒去中华，乌白倒，煤烧起来空气污染，第一个天然气嘛是污染啊，冇 CO2 嘛氮氧化物啊，这些拢是过度的，所以咱爱足短的时间达到台湾的能源转型。执政党有咧做，但脚步的确是，我认为伤慢。是。所以，阮一直认为讲，有人主张核，我感觉核嘛有枯竭的一天。天然气较乌会无去，核乌嘛乌会无，对不？有形的物件一定一定乌会了。是。所以迄种过度的，与其过度，袂出交流道尔。咱当然较紧交流道愈短愈好嘛。咱较去开窍，咱是要开去3号，还是坐高铁交流道要愈短愈好。所以我直接要拜托两党，也是讲较大的在野党，大家做好节能，提高能源的效率，然后储能，储能是后摆足大一个技术，足大一个未来台湾的机会。是，所以台湾有风，啊，佫有日头，佫有潮汐，啥有天。上天互咱无有形的资源，但互咱这太阳甲迄无形就拢伫咱的海边，伫咱山顶，这些所在咱爱好好珍惜。你有能你嘛爱去买，天然气嘛爱去买，买会到的物件拢是有限的。是啦，咱拄则讲到这个空气污染这个问题，真正毋是干咱拿甲热个这个问题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有人话讲这个核电啦吼。
空气污染这个减量，敢讲是爱真正起这个核5还是核6、第6个这个核电厂啦吼，可能这咱老师嘛是徛伫一个保留，所以若主张这个人就起他伊的市场。如果台中若认为核5要起，就起他伊遐，起到台中市，先甲南屿的核废料放来遐。如果你若讲高雄伊主张，韩国伊就先甲核废料先送来，甲咱新北市遐核废料送去因兜，先甲核废料放来阮兜了，然后主张合适刷来阮兜去，原班甲拆掉了遐。若如果台中的火力发电厂认为无法度，如果台北人认为伊关迄无效关3座4座无效，无就甲中火关起来，送来台北组装了，看这发电看会安怎无？绝对。燃煤是无好的啦，歹势就是万毒之首啦。所以就是清气的这能源啊，头拄老师讲，理事长有讲到啦吼，这个风电啊、光电还是讲这个潮汐，这拢是真好发电的这个空间。这是台湾的机会。台湾的这机会啦吼。所以这个头拄这个理事长嘛讲到啦吼，就是讲这个民进党这个脚步伫这个清气能源这个部分啦吼，除了有风、有这个光、这个太阳能啦吼，这个脚步是有淡薄较慢啦吼，但是嘛是恁。有做这个火力的这个部分啦吼，自这个2012年啊，这个1800万吨吼，啊，到即阵是13万吨吼，这是嘛是老师头拄嘛，理事长嘛有甲恁肯定这部分啦吼，但是讲这个脚步是安那，抑个大伫遮较慢一撮咧。节能是安那做无好？节能，我想这都左村叶理事长讲到吼，这需要一个大破大立啦。那尤其中央的法令，吼，这是上重要的。第一步一定爱先甲这个法令爱包括咱要定的标准更较悬。那标准定更较悬，咱民间包括企业也好，人民也好，包括真侪拄有讲到的乌多摆，真侪这个大家人民有法度得着无？我想这是执行上嘛是一个真需要考虑的。台湾人有咧思考这个问题无？我认为真侪台湾人甚至是少年的朋友，其实拄啊好像阮这样的7年这样的，包括咱的囡仔，佮拢真细汉，看到咱规个空气是台中的空气是安尼雾茫茫，我想咱所有的家长一定是，不管你要去倒啦，口罩就先戴上，甚至是你得迈出门啊啦，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讲，包括咱的蔡总统这几冬来，伫中华这个绿能啊等等这个风力发电等等，我想拢有咧做，认真咧做，包括招商要甲这个风力的这个产业来变作是咱中部地区真重要的产业，咱有真侪爱去努力啦，那当然。这个咱想会到的，会当努力的，咱就紧来做啦。是，真侪拢嘛爱去靠地方政府来努力，就亲像咱的这个罗市长，伊就是要求中火爱关嘛。中央伫为2006年蔡总统就任以来，嘛针对中火嘛有2组原本是这个燃煤，嘛该换做是燃气，较污染较低。但是这国民党伊嘛伫遐咧动，伊嘛咧反对。当然，我唔是讲安尼就袂污染啦，只是咱有法度努力的，咱尽力全力来努力。咱无要去讲上，无好，还是讲上就做较对啦。只是这个问题是爱大家共同来打拼。是，继续要请教深化啦，就是讲这个核能这个部分，韩国如嘛提出伊这个想法啦，但是这个新北市后有市长就随甲背回讲啊，这个无可能啦吼，无可能伫这个伫空仔寮遮吼，佮电起这个核数啦吼啊。伫咧辩论会头顶嘛，有看到这个韩国瑜针对着讲啊，这个核能电厂袂起伫恁兜嘛，袂起阮兜，啊，到底是要何去何从？是，安尼我先补充一下，其实呢，蔡英文总统伊咧伫咧动算以前，有答应大家讲呢，伊要做这个节能300亿度哦，所以讲咱嘛来呼吁一下咱这个叶理事长，咱来监督咱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有照伊动算以前答应咱的代志，爱做好这个节能300亿度。好，咱即马。刷来讲这个核能的问题，其实呢，头到这个叶理事长讲，不管是每一种的发电，伊的原料拢有污了一天，但是大家卖袂记去哦，核能有核废料，真恐怖无对，但是大家真不要忘记哦，咱火力发电冇废料啊，大家那也无看，其实是排到大气当中，所以大家无看到，所以咱咧避开这样啊侪发电方式的废料内面。简单有核能的废料，你会当甲关伫咧一个固定的所在。但是台湾人就无要放伫
温刀啊，是啊，这个问题无法度是啊，但是大家嘛要想啊，你用火力，大家嘛要想啊，你用火力发电，伊虽然你无看，但是是飞到处都是安尼。煤灰嘛，倒去种嘛。嘿，到处都是。好，咱来讲这个核能的问题。核能的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能源的一个设施，所以讲呢，有几个方法。哦，比如讲呢，核四到底要启用啊无？咱韩国有讲啊，咱全民来决定，在安全可靠的这个原则底下、前提底下，咱会当透过全民的意志来共同来决定。但是咱搁一届做一个公道，这个时间就搁拖长，然后就是讲清气的这个能源也是上要上好的，是，就是讲过度的，对，就是讲清洁能源咱一定要大力来推，对，但是大家卖袂记，在清洁能源来推的、来发电的这个过渡的过程中间。清洁呢是基本是属，不是属于基载能源，所谓基载能源就是讲呢，你24小时都伫遐咧放的，咱嘛需要有一寡基载能源来做配套，咱有好的配套，咱来全新的发展咱的再生能源，安尼伫咧过渡的中间呢，咱就当确保咱台湾袂安尼断电，安尼才是一个较安全、较稳健的一个方式。是啦，所以咱就讲对能源的看法可能袂甲燃煤啦，这款叫做基载啦，开始新的就是要提升，就是讲这伊的弹性调度启动爱足紧的。我想德国伊拢做会到，也是足侪国家拢会100%再生能源。我想迄条路一定不可逆啊啦，不可逆，爱安尼行落去。所以咱讲这个选择这个部分啊，若是回归的吼，唔爱空不是空气变好，大家拢谈到。有影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感谢，感谢。